嘉义县文化基金会今年头一摆用戏剧方式推广艺术落到乡镇的计划，用2个月过戏剧课程，甲社区时代甲学生囡仔搬戏，唔但增加正人的互动机会，也互学生囡仔更加了解地方的故事。教倒摆徛来台顶搬戏，社区的时代甲学校的囡仔做伙演的戏，互台下的观众大家是看甲笑嗨嗨。正式演出的前几天，这个时代特别牺牲中昼休困甲做事的时间，陪囡仔做伙排练。带咱兜无小朋友真济啊，吼！啊，你若来带遮吼，啊有小朋友安尼，大家安尼做伙安尼，蹦蹦跳跳，安尼感觉讲足趣味的。嘉义县中埔乡石人社区的时代表示，戏剧演出互因原地逐工无闲做事的生活增加新的变化。囡仔下课倒来，嘛较有开讲的话题。虽然感觉袂歹，但是想着爱表演互大家看，实在是真紧张。算讲虽然的故事，是讲阮遮出什么着顺啥安尼啊，拢讲出来啊，所以今日就做一个表演安尼啊。有听过阿公阿妈讲这些故事吗？没有，是因为那个接触这个要演这个戏才知道的。这出戏总共有30个人共同演出，甲大家演戏的老师都表示，伊拢无受过演戏的专业训练，所以因的故事表情，别人嘛拢无法度模仿。这些故事都是从他们自身里面去发想，然后从课程里面慢慢引导他们练习说他自己的故事。那其实这次戏剧下乡是我们第一次首度尝试。那我们希望把这个戏剧带到这个社区跟学校，教导他们一些肢体语言，然后让这个偏乡的小孩跟长辈，他们可以一起共演一出戏。为了协助社区发展家己的文化，嘉义县文化基金会推出艺术落乡的计划，用社区在地生长的基地做卡本，时代甲囡仔做伙演戏。唔但时代有机会分享因的故事，囡仔嘛通好更加了解在地过去甲文化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